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主持人陈明珍。我也所坐喺到台中董事客家文化园区地度嘅游园西火车哦。董事係因為林業所興起嘅客家莊哦。到民國48年時，東豐鐵路為咗貨運並客運帶動嘅董事嘅發展。不過聽到民國80年時節，火車也停停咧。88年又發生咧個九二大地震，規張董事嘅發展腳步聲漸漸停下來嘅。不過呢下嘅老火車路呢，改做係東豐60走了，再起鐵馬再起次行車。董事嘅老火車頭也改做係董事客家文化園區哦，希望用休閒觀光嚟帶動董事嘅發展。以下台中呢變到台中市嘅。董事證也變做係董事企業哦。那胡志強副市長講到了大家去就客家土原來多功能嘅客家文化園區哦，希望用更加大嘅一種面積嘅量體嚟帶動規劃董事山上嘅發展。接下來到咧種董事客家文化園區嘅面頭前廣場，請台東嘅官員來賓並台下鄉親共同討論，用辦新嘅方式係嚟發展你董事最好嘅一辦法，同時就客家土原來多功能文化園區，因為來展堂咧最好嘅大家希望哦，像接下來到您嘅廣場，請聽大家嘅意見。開會了！以下現場看到你董事客家文化園區廣場哈，鄉親所能能嘛，大家都希望講，係咪今年嘅產業生意哈，新樂產業生意仲嘅老火車開始嚟恢復行駛以後呢，即係帶動規劃董事山上嘅發展。馬上歡迎收嘅台東嘅來賓，第一個係你台中市客家委員會主委賴朝飛賴主委。各位董事嘅鄉親好朋友，大家好，我係台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嘅主任委員賴朝飛，請大家多多指教，多謝。而家係你董事下線上裝嘅你嘅董事字體哈，在來邊收嘅係台中市旅遊觀光局嘅旅遊行銷科長曹仲友曹科長，你好。你好，各位觀眾，各位董事的鄉親，大家好。今日為收嘅第三個來賓，佢係太原會支持集團嘅董事長范永瓊范董事長。主持人好，來賓好。好，感謝嘅來賓哈。你都係你董事客家文化園區，從舊年鐵通過後來種嘅老火車頭哈，重新整個變做客家文化園區哈。那今年來經營當樣板型咧，韓國你董事菜體有冇嘅觀光嘅潛力，還有本人知道當東江嘅山水好料嘅地方呢？想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要在高塘道整體火車收工上，衝出一層層嘅拍園，福建辦嘅停運後查表準備出發嘅。國寶級的台鐵的退休火車司機哈，這邊是劉爺爺啊。迎客莎莎都拿定翕相機，翕合軌道嘅講嘅風景同正規嘅畫面，連順風其次人查嘅人就從盲色見怪勇嘅停下來看。一輛整體火車同全長1.5公里嘅火車路，是喺董事客家文化園區，只係減嘅3000萬元嚟打出嘅，目的係希望做啲帶動菜體嘅觀光。因為舊年鐵路後，董事一直在落寞下去，記錄到冇馬有人客，希望能夠用呢隻火車嘛帶動董事嘅體系，比個鬧嘅事。要求嘅董事火車頭重新開發嘅董事客家文化園區，韓國用到嘅防疫嘅火車路，改出來嘅東豐60航路自行車路，見到兩日仲會想到望幾多後期自行車嘅日來下去。可以進行那個客家文化那個館裡面去參觀一些客家的一些文物哈，很值得啦。我們河洛人哈，對這些有一些不大了解。他就到這邊帶朋友到這邊來了解一下，很不錯。沿途賣的一些東西，就是比較屬於這個中部客家人在用的。還有這裡很多攤位，我看都是不錯，非常好的一個那種地方的感受。菜體嘅鄉親人邊嚟到董事嘅迎客同其自行車嘅人，但嚟到董事填土位嘅時間都唔錯，冇辦法要靠提升菜體嘅經濟發展。也天馬記錄來多啲東西吼，也最近就是啊路標嘅部分吼有漲，宣傳方面啊、行銷方面吼，咁啊有較漲。你路面啦啊，行銷啦講有標誌吼、導覽，
那安尼来讲呢，运动呢都较袂厉害青年。这个是算比较便宜，追求环保，地球只有一个。其实是得作为农民市集，是得做一个农特产展售中心。从一年也攀100啊，还攀200安尼吼。他是家咧要果农啦，要种水果、种蔬菜的啦吼，是得有一个行销的通路。比类台中市政府按顺为地董事来开客家土颜料多功能文化园区，用来推广客家文化。不过为同一下嘅董事客家文化园区有重复多模，市政府表示会有难为嘅规划同批图措施。虽然现时园区喺旧本奥田鸭站来管理，过一下还系希望早啲重分发挥园区更加采体几年嘅事，强下来村园区富权嘅景点同商家，好创造出客家同嘅商机。去天马炒火茶，那个董事出来量好应该系乜嘅好料地方呢？成看你一种旅游地图啦哈，再看到你几下董事旁顺有一种好利区，还有苗栗县嘅大兰镇啊哈，还有新沙和平等等哈，所以看到你目前所6样地方，迄董事客家文化园区迄都掠到诶，头前是你董事嘅形象上前哈，头发他盐山地方也有四角拿林场、董事林场，甚至他落去点诶，有个岩皮坑休闲农业园区哈，甲中青岛的故事哈，像泰梨啦、哈甜吃啦哈，都种个了味。咱个掠地方呢，也是讲有迄个董事故宫的 Q 的教区哈，也迄去客家土颜料多功能文化园区其中一个可能嘅位置哈，应该还在先 visual 当中啦，所以看见你读个董事体系哈，也是迄种东风绿色走廊从沙港的改变过来哈。其实看起来后老料地方非常的多哈，尤其迄水果非常的多哈，温带水果之乡啊。想第一个问题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曹科长啊，就是说。您的了解哈，这整个大山城地区有这个石冈、新社、东势跟和平嘛。东势它本身的特色是什么？那怎样跟着周边的这个乡镇做区隔或者做联合？我们东势地区像骑脚踏车、自行车文化真是越来越多了。哦。像我们下个月就要办大雪山的自行车挑战赛等等，所以在整个东势的观光发展，一定要联合周边，像新社的花海、古关的温泉。那就是石冈的一些脚踏车东风绿廊啊、后里天马道等等。那东势是成为整个游程的一个据点。那到东势地区，当然除了客家美食之外，那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它本身的腾云号的火车，或是它的一些客家文化特色的展示，或是它将来的美食，都是一个推销的一个重点，还有将来一个。我们要去规划的一个重点一个定位。好，该唐太你嘅曹科长嘅讲法，想问一下你来注意哈。你本身董事客家嘅字体哈，你董事两篇你客家人文嘅特色部分哈，形容版型，然后大家收集一下好冇？文化园区这片，来讲7000万人，去到东西差不多都少啊啦吼。迄咩讲？利用片嘅素材。来开掠特色餐厅吼，尤其开发掠就客家妹的简餐吼，像掠白切肉啊，吼客家控肉，安尼日本差不多200克左右，安尼吼，掠7000万人吼，度量都袂留较久。过来量较可惜一点就讲吼，掠东西爱按不是着带的蔬菜吼，有较少一丝丝，那带可能爱多掠东西林场。也多国关一片吼，下一摆，东西啊吼，可能就歹讲突然就起来，地度啊是在提供一部分就好大的蔬菜，本地人客停留较久，不是就是在来东西加入老了，实际来讲消费啦吼，可能东西会看老眼掉无啦吼。好。该范教授，你看到哈，东西经过2位少感应当清楚咧哈，迄个特色非常的多，个当像深度一只下特色的亮点出来哈，讲记到几只散商来看，几天落其他的散商做一个搭配哈，要讲到旅游的规划上面，它可能是一个停留点哈，不是一个终点站这样感觉哈。你有冇来看？用也发展上的这样困境哈，你有提出嘛有冇改革的方向吗？主持人各位观众，
其实安尼东西的发展来讲哦，是非常有个潜力哈。我了目前睇过两位有介绍讲，即旅游客来到了位吼，天气的时间冇当球，所以冇用人一量一了后，安尼存落几个钱啦。就吃喝玩乐，安尼存落几个钱。安尼要万一为哦，了位要去天气下来，提醒我认为吼，安尼的客家嘅唔系来为了位，还就当做客家更深层的客家文化或者怀旧的东西。用班之后，怀旧东西转变到安尼的平常安尼讲大的会所，譬如大的会所的民宿，你就客家的特色么？你食的东西用班安排客家的，安尼节庆文化活动节庆，新的满街，其实新的满街40%我看资料啊，40%係外地來的哈。表示講安尼還有當到對開發的會所，其實像你自由客、背包客，或者你觀光倍增計劃，馬上就講的，安尼。客家人的会所啊，用班要跟全世界旅游的介绍啊，结合起来，用班要各地区的那个协会合作，因为他们都会招嘛，台北市各里、台北县市各里，他们都可以到中南部来聊嘛。所以我们国民旅游也是重点。国民旅游是非常重要的，用班结合起来叫政府的资源叫。民间的资源结合起来不论该硬体部分、软体部分、服务部分，或是安尼的美食部分，还有节庆，用班叫唔系讲在地化，我认为一定要从国际的视野来看在地化，安尼就有机会啊！安尼机会当中就喊下当然会来了会聊，还有大好球，还有消费好有啲能力，然后往常安尼对东西的发展，然后就长期的帮助。好，国际全球化下的在地化哈，然後仲係范教授就提出了個想法，我想請教你頭下詳情啊，對於你幾個董事嘅發展嘛想法建議，我想聽書好冇？好，嚟個詳情係。對了客家文化園區呢，我有2點嘅建議。第一點，因東西啊，真多所在好了，但是唔知按樣順序，所以講我建議哦，多訓練啲導覽員。哦，第一點，第二點，因周邊嘅環境吼，一天裝備好些來。例如講，因客家文化園區嘅後背，呢條嗰種峽谷河，呢個峽谷河，那政府呢要重視，是得啲變成親水公園。哦，個地方呢講要裝上來吼，我相信講因自行車嘅道路呢，啲天馬道路。也是的延伸，哦，去到了林業文化個博物館，哦，安也是的去中科的文化館，哦，我相信講，你可比講大家有一個共識，大家共同來經營，哦，我相信講，東西啊，一定是指日可待，謝謝。好，感謝那個李總，因為董事指日可待，還有那個鄉親有意見的冇？因為台中縣市合併了後咧，黃市長副市長伊對咧觀光嘅事業發展講到流浪嘅事，我感覺當好，是咧世界人較觀光嘅咧產業是入來咧3強，咧流浪嘅伊有講起咧，感覺到咧。我感覺你係線路也從咧太平到咧新社，你係維持咧春夏秋冬嘅春，那新社到咧東勢咧，你係太石山上架工作站，你係蔬菜為咧東勢你係一參那安尼咧講是咧夏天有夏天嘅那種嘅建設，從你係咧工作站咧到咧太石山。緬甸也是個秋天的，看到咧像風景啊，是秋天風景。伊啊太石山到咧國灣，安尼咧所在的1年透天是1寒，咧算係冬天，所以春夏秋冬，唔是到我過去啊，台灣東西3強咧都1強咧落了太家。好，觀光纜車，曹科長他講是觀光纜車，這個他覺得其實這個。路線上面就已經具備有春夏秋冬的景色了哈，坐一趟纜車就感受了四季寶島四季之春哈。好，還那個詳情意見，係兩個。看法呢，那個流浪呢，那個頭先那個劉理事長也有講，除那個實踐看報紙呢，係太平到新社，
啊，太石山到国关，啊，到底又到因东西停站无？我是唔知吼。对啊，那设计那个无停站，东西你冇留落来两来列位行来讲，也讲来两撮那个流浪上去那个太石山了啊，你说呢？还是动态我唔知啦吼。第二是我嘅看法，一天要留咗东西，吼。啊，过来那个关于那个客家文化园区同咧林武区嘅文化园区呢，结合。啲火车咱呢通向出两线呢，啊因为是无啦，结合到那个林雅文化园区地块，去到了地块，地块有那个畜牧池特别进桥啊，扩到一江，是了做太规划。啊，结合安尼那个土然的那个食材，扣东西加工的蔬菜呢，这个三角体态是带通风咯，那个刚刚的天气吼。啊，过来那个天马是在利用那个下个河、中国河那个河川经济周边呢，来做那个去天马的投入，延伸到下个中科，尤其中科的那个离文化馆的中科嘛哈。也结合一个动态哈，分来去天下人，下游蔬菜好了。啊，你啊，因为你动态呢规划好些做一方面呢做到那个河川经济，一方面做到老了蔬菜等一取两旁啊哈，带动的地方，但如果是带动的产业，尤其在周边做农产品在那个较好的生产哈。过来那个CO投入那么延伸到东西，因为讲真久咧，对铁通前讲到铁通了。两万到1000年的是那个市里维持中用的是，我有看到公文在人家客家文化园区所在呢，有讲规划好些来设计，结果因为震动的问题，可能又在吵来吵去，吵到2万，到底有几天无几天，我也无了解哈，因为公文也唔是我看到公文啦哈，也是建议。好，我想这个赖主委要先回答，是不是？好。落来因来请委员啦吼，伊看问题的角度真多啦吼，啊，请着讲解吼，安尼来突然了，我相信啦，地方是真希望去到东西可供的扣的蔬菜啦吼，啊，安尼甲特啥想法你嘛共款啦吼，啊，毋过你嘛要考虑到地震带、顺向波的问题吼，啊，连嘛先3阶蔬菜吼，扣的东西可供。那我两个地方都在台湾。啊，并因俩基于用地，甲俩文化园区吼，系一个选项。啊，过来系爱东西林场介88公顷的蔬菜，嘛一个选项。俩抽了3阶蔬菜吼，像专业的评估吼，可能到4月份都完成俩评估报告吼，慢慢头做地质来钻探啦吼。4月份了，俩厂商会甲俩报告排俩顺序出来吼，专业的顺序给我们。那时候。了结果出来，安尼都无签文市长来核定，看到那尾就好去啦吼。嘿，啊，俩3阶蔬菜，啊，当然啦，俩以前咧太石山那片有林业文化园区吼，刚刚俩陈委员就讲过，安尼希望甲咧台火车看有办法释出题目啦吼，毋讲甲咱多园区西就较细条啦吼，那像个西湖的火车安尼吼，就西日产，当然是就较理想啦吼。啊，过来，俩天马土，俩观光旅游局上岛就落会看过了吼。按算啊，延伸到俩太石山那边去，吼，应该俩天马的部分吼，两铁共构吼，天马的部分应该较无问题啦吼。啊，当然啦，过来俩土岩楼，那确定投俩东西高工来去啊，加俩漂流木林业吼，文化园区吼，俩蛮有20万亿的预算，应该俩部分总要列入吼。行政院12大旗舰计划里面啦吼，那安尼嘛讲希望讲安尼掠3阶地方吼连接起来，迄要讲为东西的地方应该要较好啦吼。过来，以前咧中部横贯公路开通啊吼，以前咧水果咧条综合卖结果因东西咧条，啊过来今日若卖到东西来歇困，买咧生活来用品咧条吼，所以因东西来讲系一个真方便的利多啦吼。所以因俩片嘛，希望讲，俩中部横贯公路，迄要讲实在关键来打通，就靠实在多因东西来，吼来捞了，歇困下，过来嘛实在多国关，吼就该文产啊，去通过去安尼，
为咱东势来发展应该有较好诶个帮助啦吼。好所以个主委是讲，还有青岛诶，还在动来做前期诶调查准备工作啦哈，还蛮完全给听可能新嘅氛围就给听讲，到底恁个土研客家土研了，都功能文化研究去到内啊哈。像再来讨论是讲，你也下所采嘅客家文化研究迄你董事嘅落户插头嘛哈，也还用 OT 嘅方式，这种租出去俾你这个民间嘅业者来经营哈，但客家係咪對一種嘅火車站哈，一種多功能文化園區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跟期待哈？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曹科長，我們想先請教，就是說，目前這個我們用 OT 方式把這個園區給招標出去了，那就是說，在這個經營上面呢，有些地方上的反應覺得說，好像這個經營跟社區之間連結比較薄弱一點啊。那這個部分會給我們的業者什麼樣的建議，或者說在經營上面有一些什麼樣的要求嗎？他這邊，是應該多跟社區哈，跟東勢地區多一點的一個合作啦。譬如說，客家美食這部分也許是個努力的方向。那麼多人騎腳踏車到這裡來，但是如果說能夠多一點客家美食的一個資訊，讓這裡能夠多認識一點我們客家的文化，也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幫助。所以科長就覺得說，既然已經有一個這樣的園區在這邊，那其實就是要把自己的腳步再跨出去就對。就是說，除了是客委會來招標之外，但是也希望跟你們旅遊這個科處來多多聯繫，甚至跟社區多多聯繫，把客家當作是一個窗口推介出去。對，我們是希望說客家文化園區其實是一個平台，是一個據點，然後可以連接山城，連接客家文化跟原住民文化等等。能夠做成一個據點跟平台，讓整個大東勢能夠發展，而不是單純的只是一個客家文物的一個展示的一個據點而已啦。好，該范教授，你有冇咧看到客家文化人氣哈？其實石岡咪有隻土牛客家文化館啦哈，是講那兩隻館其實你們當人哈，大概騎腳踏車都會經過了哈。講怎樣做出這兩個客家文化人氣的它的區隔出來，還有說它目前的經營上面，你覺得需要哪些部分是可以再加強的？當到政府情況，我 OT 出去，我是唔嚟靠自家，呢個觀念我不贊成，我唔贊成。我認為講政府 OT 出去，政府係大量咧幫啲 OT 業者去成功，要宣傳，冇宣傳兩百年就會投資下去咯。我看台北福華會所，佢政府 OT 出去，用我擺到行政人上口啊 ，OT 好像政府所有訓練都該會訓練。所以係咪政府當到係客家法統，冇是教學教育方面，冇是這個一展覽法統部分哈，是都在碰。我建議我是前幾年我是金門人上口，我希望金門人政府近期明年的燈會到金門舉行。為什麼？我種他要爭取，同樣的政府唔係講 OT 出去上，可能你要努力，其實政府要當到資源要提供，啊你入閘咯。讓客家大家共同的競爭，那自然啊雙方啊是會開放下樣嘅。是，等於說政府要去營造個有利的環境，讓廠商願意來投標經營嘛。當然就說經營之後，不是說完全把責任就放給這個業者，是說要讓它周邊的配套也做起來。就是說這是一個雙贏嘛，就是說其實我就舉個例子啊，推中人哈，佢係推全世界最有名嘅自行車。按你自行車的步道還沒按你政府要連到所有鄉鎮，唔係講是東風自行車廊亭啦，我被所有各鄉鎮的回路系統、網絡系統，你讓所有人要們要集中到這邊來，要是政府呢要出面而整合。這是董事長特話講全球化、國際化視野下的在地化。當國外遊客看到台中的時候，看到巨大機械的捷安特腳踏車的時候，怎樣把這個國際知名度的腳踏車連接我們這個鐵馬道，從後豐一路到東豐，這樣一路過來。所以因為這樣子，所以我們客家的，所以我們可以辦自行車的競賽場、場館的設置，自行車的博物館，自行車的一些民宿或工藝品或模型，這都可以形成形塑按你東勢體系自行車鐵馬全世界的意象。所以全世界你是看到東勢鎮，或者他在自行車裡面就全世界體會，按你借重按你民間企業和政府的力量，和中央政府，就像中央政府，佢外交啲
完全连接在一起。你东势的全世界就会发光发亮。哦，好，而且去全世界骑脚踏车都没有所谓的客家文化，只有东风绿廊这边有，对不对？好，希望各位开放你现场相信，对于你嘅老火车头过做客家文化延期，有冇嘅想法并建议冇像卡数好冇？好，了解先生。建议咱东势啦哈，目前咱东势哈，凊彩的卖点者，咱东势客家文化延期，还有东势林业延期，还有咱副市长讲的。除了其他嘅口嘅东西個講，呢3個地方呢，係一個三角地點，建議是講連接上來，頭下前委員來主委嘛有講過哈，用天馬鋪頭來連接，也或是講火車來連接，呢種真好嘅建議，嚇。呢係第一點啦嚇，過來第二點嚇，東勢冇咧太遠嘅餐廳，那東勢人攀作土價超過100座，種下到豐原台中市來攀，無形中咧，你對東勢係太損失，包括個菜啦、餐廳業者啦，你都種下同東勢種下差唔多。仲有就外縣市本人差，我嚟建議到咧，分配咧個東勢個工啦嚇。如果汽車場，你係講禮堂，嗰種兩隻同摩托用，係咩咧？建議佢講嚇，嚟做咧太遠嘅餐廳，做東勢客家特色嘅餐廳。係那個鄉親有意見呢？那個先生。我是認為講，東勢我哋做越來越嘅些了。年紀按所有地方人來，我喏來做志工。你安完全啦，過去人做係盤山沙，冇人來主持，所以呢，希望講能得講就講，像咖啡會也好，也我喏這個觀光局也好，也甚至於講朝這個范教授呢來按東勢來同人主持嘅來。組織培訓志工是錯嘅。係培訓這個志工。按時間用下長的，10年嘛唔怕。突然嘅事情哈，我想哈，呢個我喏，那就會千萬都冇變到嚟，我喏呢個88級了，因為呢個蔬菜不走散，所以講我是講想講我做乜嘅呢？10年嘅計劃，10年嘅計劃，我做乜嘅？綠化工程，因為講綠化工程，新下前2年。做呢個我喏櫻花節，交通癱瘓，呢個人非常之多。而家嘅櫻花終結叫差唔多8年。係，所以講我認為講呢88級嗬，能得種得20級嘅櫻花，嘅我喏山櫻花，20級我喏呢個8重櫻，20級呢個富士櫻，來種得20級呢個楓樹。呢個楓樹嗬。要特別處理，你那個楓樹已經掉葉了，沒有了。但是我這個怎麼還能那麼紅，還有葉子？好，這個你大量的去做的話，哈，將來比什麼陽明山，你要看楓樹，你不要到那個奧安大，你唔是到加拿大，東勢是有的嘛。好，感謝那個先生，感謝，好，謝謝。好，各位開放一個鄉親哈，盡量長話短說，好不好？盡量長話短說哈，都知道大家意見都很寶貴哈。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中科學校的老師，做當到來賓講嘅導覽志工啦，我從田學嘅立場來講，從人當然要辦廣大有意義。然後我訓練小志工，你學校所做嘅，先認識學校嘅切物，我們有一個學習護照，針對學校嘅切物來認識，還有社區本身，當到較有歷史嘅東西，訓練學生來，自然，還有個太很多人。本身嘅地方，佢就認同感。外地人其實你喺當到從啊隔壁做民宿嘅，當到北埔南埔嘅人來，其實佢當希望才行到安尼鄉下，
行业呢当做有机耕作的场所。学校的小学生就变成你小导览志工。哦，希望是同样的结合来。一方面做一份我哋來遊客有嗰個導覽解說的這個機會，那我也本來就生嘅從細已經是自家家鄉，我向我圖從細嚟做起。而且像鄉親已經都非常嘅熱烈，大家都在種培訓討論志工嘅方面，做自家家鄉嘅志工方面，也非常嘅有熱情啊！甚至提出講8年、10年冇關係，你準備工作做好了以後，相信董事一定係有機會嘅哈！啊像係咪真正有機會呢？先看一下廣告以後繼續來討論。看。